錄音是在下午3:40開始在全港媒體人的 WhatsApp 群裡瘋傳的。那段音頻只有4分17秒，背景音裡有茶盞碰撞的輕響，有人用粵語講着馬經，船有謝賢那把標誌性的帶着3分醉意7分不容置疑的嗓門。謝家嘅剪淨係俾2個孫，柏芝嘅細路一定有一份。王菲冇討論過4個字，冇討論過，像一顆深水炸彈，在平靜了整整5年的風飛埠合敘事裡，炸出了最冰冷的海床。第一個把錄音轉發到微博大群的是蘋果日報退休老總振伯，他在群裡附了一句話：呢單料我煲咗5年，終於有人夠膽放出來。緊接着群裡的消息提示音像燒炮竹一樣接連炸響，有人問嚟源，有人問真假，更多人只發了一個表情，那個捂嘴驚愕的黃色圓臉。10分鐘後，微博熱搜第一從王菲謝霆鋒日本滑雪路透變成了謝賢錄音。3個小時後，全香港所有娛樂版的電子頭條全部換上了黑體加粗的標題，有的用問號，有的用感嘆號，但核心信息一致。謝家掌門人親口印證，100億家產，信子有份，王菲免談。而此刻的謝霆鋒正在中環一間攝影棚裡拍攝某奢侈品牌腕錶的廣告。霍文希的電話打進來時，他正在對着一塊價值600萬的陀飛輪調整袖扣的位置。攝影師喊了3聲瑪麗電話，他才抬手示意暫停。接過手機的那一刻，他臉上的表情沒有變化，只是原本鬆弛的下頜線忽然掹緊了，像一根被拉到極限的琴弦。霍文希在電話那頭語速極快：霆鋒，你聽我說，現在不要看任何社交軟件，不要回應任何記者。我已經讓公司發了一個統一聲明，就說不回應家族私事。你拍完這跳就回車上，我安排了保安。謝霆鋒了一聲，把手機遞回助理手上，轉身對攝影師說：繼續。他重新把手腕擱在黑色絲絨墊上，燈光打下來，把那塊表的金燭表盤照得像一面小小的冷冰冰的鏡子。攝影師按下快門的瞬間，他嘴角甚至旋翁持着職業性的微揚弧度。在場沒有人敢提錄音的事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那個若無其事地戴着600萬腕表的男人，耳朵裡正回響着父親那句王菲冇討論過。攝影棚外，銅鑼灣的街頭已經炸了鍋，記者們像聞見血腥味的鯊魚，兵分4路，一路倒在謝霆鋒公司樓下，一路殺向謝賢位於淺水灣的獨立屋，一路蹲守王菲常去的日料店，船又一路乾脆守在了張柏芝和2個危子居住的大廈停車場出口。最先拍到畫面的是守在王菲常去那家千賀日料店門口的狗仔。黃昏6:17，王菲穿着一件灰色寬鬆毛衣，戴黑色口罩，獨自一人從側門走出來。她沒有刻意遮擋鏡頭，甚至在被閃光燈晃到眼睛時微微眯了一下眼，腳步不停，徑直上了路邊一輛等候的保姆車。全程沒有說一個字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，那種空白的看不出悲喜的平靜，反而最讓記者們無從下筆。阿飛，你聽到謝賢的錄音了嗎？阿飛，你和謝霆鋒有沒有討論過離婚的事？王菲，你對謝家的財產分配怎麼看？所有問題像石子投進深井，連回聲都沒有。保姆車駛離，尾燈在暮色中拉出2道公式的弧線。同一時間，像柏芝的 Instagram 賬號更新了一張照片，畫面裡只有2個男孩的背影，大一點的 Lucas 穿着校服背着書包走在前面，小一點的 Quintus 落後半步，手裡舉着一支快要融化的冰淇淋。夕陽把2個孩子的影子拉得很長，長到幾乎要超出相框邊緣。配文只有1個字：屋，沒有任何指向性的文字，但在這個節骨眼上發一張2個謝家信子的背影照，含義已經比任何聲明都要清晰。粉絲在評論區瞬間分成2派，一派哭着說媽媽辛苦了，一派冷笑說這時候出來曬孩子真是好手段。
葛叔就是在這片兵荒馬亂中，不緊不慢地抱好了他的普爾。他在灣仔一家開了40年的老茶樓裡訂了靠窗的卡座，面前擺着一盅兩件，手機擱在桌上，屏幕不停亮起又熄滅。他今年63歲，做了40年狗仔，退了休卻比在職時還忙，因為全港的娛記都知道，葛叔手裡永遠捏着幾顆沒爆的雷。電話響到第7次，他才接起來。喂，葛叔，錄音係唔係你放出來嘅？我唔放，邊個夠膽放？你點解等到今日？葛叔夾起一塊蝦餃，慢條斯理地咬了一口，嚼完煙下去，才對着話筒說：謝生上個禮拜入咗院，心血管有啲事。我諗呢個真相佢自己都等緊有人幫佢講出來。電話那頭沉默了5秒，然後掛斷。葛叔放下手機，望向窗外。灣仔的街燈已經亮了，車流在軒尼詩道上緩緩蠕動。他記得很清楚，5年前那晚在灣仔桃園會所的包房裡，謝賢喝到第3杯威士忌時忽然紅了眼眶。那個一鼻子在鏡頭前吊人郎當的四哥，只有在灌了黃湯之後才賄露出那副神情。當時在場的船有2個老友，一個是退休的影視大亨，一個是澳門那邊的賭場股東。葛叔以幫小矮子牽線找投資的名義混在隔壁包房，透過虛掩的門縫聽見了那段對話。謝賢的聲音充門縫裡傳出來，帶着沙啞的醉意：我個仔霆鋒佢太心軟，佢對亞非係真嘅，我知，但係謝家咁大份家當，我唔可以交俾一個連婚都唔肯列嘅女人。有人說了句雜麼，聽不清。謝賢緊接着就提高了音量，把杯底冚在桌面上，發出咚的一聲悶響。我話咗算，謝家嘅錢淨係俾2個孫，柏芝嘅細路一定有一份。王菲冇討論過。葛叔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把錄音傳進了3個不同的硬盤，鎖進了保險櫃。他知道這段音頻的價值，但他更知道什麼時候放出來最有殺傷力，不是風飛復合最熱鬧的時候，因為那時所有人都沉浸在世紀復合的浪漫劇情裡，放出來只會被當成酸葡萄。要等到所有人對這段感情習以為常了，等到大家快要忘記謝家船有2個信子了，等到謝賢本人身體亮起宮燈的那一刻，這個時機，葛叔等了整整5年。錄音發酵到第2天清晨時，輿論已經從最初的震驚轉入更複雜的情緒。有人在深扒錄音裡的背景音，試圖證明是合成偽造；有人在計算謝家信託基金的具體數額；更多的人在翻舊賬，把王菲和謝霆鋒20年的婚合史重新掠了一遍。但最致命的一條貼紙出現在凌晨3點17分，一個註冊了7年的微博小號 ID 叫做港島舊事，發布了一段文字。錄音裡謝賢說的是柏芝嘅細路，請注意這個措辭。他沒有說新抱人色，沒有說柏芝，他說的是柏芝嘅細路，翻譯過來就是像柏芝的孩子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謝賢在心理上已經把張柏芝從謝家剔除出去了，但他承認那2個孩子流的血。王菲呢？連細路都冇。一個未婚未育的女人，在舊式家族的賬本上只有4個字：查無此人。這條貼紙被轉發了4萬多次，點讚最高的一條評論是：所以風飛談了這麼多年戀愛，在謝老爺子眼裡，王菲還不如像柏芝生出來的那2條 DNA 值錢。另一條評論是：謝霆鋒最慘，夾在老豆和女朋友中間，剪不是他的，話也不是他說。天快亮的時候，謝霆鋒從攝影棚回到了自己的公寓。他沒有開燈，摸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逐漸泛白的天際線。手機扔在玄關的鞋舉上，屏幕上不斷彈出消息提示。他一跳都沒有看。他知道今天才是真正的開始。天亮之後，記者潰倒在他公司門口、他父母家門口、他女朋友家門口。
他必須出門，因為今天下午3點有一個早已定好的品牌直播活動，合同簽了，展收了，不能取消。他低下頭，用拇指揉了揉眉心。這個動作他從小做到大，4歲被父親拉着拍電影時游過，16歲因為頂包案上法庭時游過，31歲和像柏茲離婚簽字時游過，現在42歲了，他船在游。廚房的水燒開了，發出嗚嗚的鳴叫。他走過去關火，給自己倒了一杯白開水。杯子捧在手心裏的溫度讓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：2週前他陪謝賢去醫院做檢查，在候診區等着的時候，父親忽然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：霆鋒，我啲嘢至早都係你假。他當時以為老爺子在交代後事，心裏一緊，沒接話。現在他忽然明白了，那句話後面還藏着一句沒說完的：是我啲嘢，唔係你啲嘢。你可以用，但你不能改我的規矩。窗外的天徹底亮了，銅鑼灣的街頭開始有人流衝動，第一班地鐵送嚟了打工人，也送來了帶着長焦鏡頭的記者。他們蹲在謝霆鋒公寓樓下的茶餐廳裏，每人點一杯凍檸茶，眼睛盯着大門口，像一群耐心的獵人。而在淺水灣的獨立屋裏，謝賢剛剛吃完護工端來的白粥。他靠在床頭，看着電視裏播報的早間新聞，畫面切到一段機場素材，是王菲昨晚抵達北京的畫面。他用圍巾裹住大半張臉，從頭到尾未有理會任何提問。謝賢拿起遙控器關掉電視，房間裏安靜下來，只剩下醫療監測儀器發出的微弱電流聲。他閉上眼睛，嘴角微微動了一下，不是笑，也不是憤怒，更像是一個已經下了賭注的人，在骰盅揭開之前那片刻的與己無關的平靜。錄音被放出來的第17個小時，這場關於剪情、血脈和尊嚴的暗衝才剛剛掀開第一層浪。錄音事件爆發後的第2天清晨，淺水灣謝家獨立屋的鐵門外已經蹲守了7家媒體的車序。謝賢的看護阿娟在早上6點半準時推門出嚟取報紙。她穿着一件水藍色護士服，頭髮梳得一絲不苟，彎腰從鐵門邊的報箱裏抽出一疊日報，足足有6份，每一份的頭版頭條都是同一件事。她面無表情地把報紙夾在腋下，轉身關門，動作乾淨利落，全程沒有給鏡頭任何表情。屋內，謝賢已經坐在起居室的皮沙發上了。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開襟羊毛衫，膝上搭着一條格子毛毯，面前的茶几上擺着半杯溫水和一碟切好的蘋果。電視機開着，但聲音關掉了。屏幕上滾動播放着各家媒體對錄音事件的報道畫面，偶爾切到謝霆鋒的舊照、王菲的背影、像柏茲2個危子的放大特寫。阿娟把報紙放在茶几另一側，輕聲說：謝生，今日天氣好，想唔想去花園坐？謝賢搖了搖頭，伸手拿起最上面那份《東方日報》。頭版配圖是他去年在某個壽宴上被人拍到的照片，那時他精神尚好，穿着一身白西裝，手裏夾着雪茄，笑得張揚。標題是黑體大字：4哥錄音爆驚人言論，謝家100億身家唔預王菲。他慢慢看完那篇報道，然後把報紙對折，再對折，放在一邊。自始至終，臉上的表情沒有變化。阿娟站在一旁觀察着他。他照顧謝賢已經3年了，見過他大笑、發火、沉默，偶爾落淚。他見過這個老頭子最真實的那些瞬間。但今天早上，謝賢臉上的那種表情，他只見過2次。上一次是他前妻狄波拉再婚的消息傳出來那天，他坐在同一張沙發上，看着同一台電視，臉上也是這樣的神情，像一尊被時間打磨平滑的石像，所有稜角都收進了納布。電話響了，不是手機，是客廳那台老式轉盤電話機。金燭鈴聲在安靜的房間裏顯得格外刺耳。阿娟看了謝賢一眼，後者微微點了下頭。他走過去接起來，聽了2句，捂住話筒：謝生，係霍小姐，霍文希。
謝賢伸出手，阿娟把話筒帶過去。喂，電話那頭霍文希的聲音壓低而急促。四哥，霆鋒今日下午有個品牌直播，3點鐘在銅鑼灣。我已經安排多咗6個保安，但現場記者數目可能超出預期。我想問你介唔介意我叫霆鋒順口講一句屋企事佢自己處理？就一句，唔佢提任何內容細節。謝賢沉默了幾秒鐘，唔使講。他說叫佢唔好提我，唔好提阿飛，唔好提柏芝，淨係做佢自己嘅嘢。但係四哥，記者一定佢追住問，由佢哋問。謝賢的聲音忽然硬了一度。霆鋒40幾歲人啦，佢識得應付。你越教佢講咩，佢越唔識講。電話那頭沉默了。霍文希跟了謝霆鋒10幾年，他當然知道謝賢說的是對的。但在這種輿論風暴裏，讓一個藝人怎麼都不回應，本身就是一種最強烈的回應。好嘅，我明白。霍文希掛了電話。謝賢把話筒擱回座機上，動作很輕，但阿娟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微微發抖，不是因為緊張，是他那根裝過支架的血管又開始不太安分了。他默默走到電視舉旁，把謝賢的降壓藥和水杯往前挪了挪，沒出聲。同一時間，中環的英皇辦公室裏，霍文希正在開一場緊急會議。會議室裏坐着3個人，他本人、英皇娛樂的公關總監鄭小姐，以及謝霆鋒的貼身助理阿 Ken。桌上攤着打印好的熱手速勢圖，媒體提問預測文檔，旋有一份草擬好的不回應聲明。陳小姐把筆記本電腦轉了個方向，指着屏幕上的數據分析。Money， 你睇下呢個數據，錄音曝光後24小時內，霆鋒微博粉絲淨流失28,000人。但有意思嘅係，流失嘅大部分係鋒非 CP 粉，反而佢嘅男性粉絲群體淨增長咗4000。阿 Ken 插了一句，說明咩？說明男人覺得四哥講得好有道理。霍文希翻了個白眼，說明我哋要分清楚呢件事到底對霆鋒邊個層面嘅人設造成衝擊。他用手指敲了敲桌面，佢嘅形象係咩？係我行我素，為愛不顧一切嘅浪子。呢個人設嘅核心受眾係年輕女性同 CP 粉。錄音一出來，呢個群體覺得霆鋒搞唔掂屋企保種，所以流失。但另一方面，錄音裏體現嘅係一個傳統家庭嘅財產邏輯，呢個邏輯係大部分男性甚至中老年群體係認同嘅，所以呢批人反而覺得霆鋒冇做錯，係佢老豆惡啫。鄭小姐苦笑，所以而家係一個分裂嘅輿論場，我哋回應邊一面都死。霍文希深吸一口氣，做了決定，唔回應，一個字都唔講。霆鋒今日下午直播照做，全部問題由主持人控場，記者提問環節取消。佢做完直播即刻返屋企，任何採訪約都推。鄭小姐點了點頭，開始打電話安排。阿 Ken 忽然壓低聲音說：Money， 有一件事，霆鋒今朝早發咗一條信息俾我。霍文希抬起頭，咩？佢問我老豆尋晚瞓得好唔好？霍文希擰了一下，隨即搖了搖頭，臉上露出一種複雜的表情。他跟了謝霆鋒這麼多年，知道這對父子之間有一種外人看不懂的相處方式。他們很少說溫情的話，但謝霆鋒佢私下問阿 Ken 老豆食咗藥未？謝賢佢在經紀人面前說不幫兒子解釋，但轉頭又讓阿娟煲好湯送去霆鋒的公寓。這兩個人，一個用沉默表達在乎，一個用強硬掩飾心軟。他嘆了口氣，你同佢講，四哥好好，啱啱食完早餐，叫佢專心做直播。下午2點40分，銅鑼灣時代廣場附近的人流開始異常聚集。原本只是一個普通品牌的腕錶直播活動，場地設在廣場中庭的臨時搭建展台。但今天展台周圍拉起的隔離帶外面，人頭攢動得像是跨年倒數。有舉着燈牌的真粉絲，有舉着手機的湊熱鬧路人，
更多的是一群剛着長槍短炮的記者，他們蹲在隔離帶最前面幾排，像即將出籠的猛獸。保安的人數衝完記娃的6個，臨時加到了18個。霍文希站在後台的監控屏幕前，看着現場密密麻麻的人群，眉頭皺得能夾死蒼蠅。3點整，謝霆鋒出場。他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裝，白色襯衫沒有打領帶，袖口微微捲起，露出那塊要代言的腕表。頭髮向後梳得整齊，臉上的妝打得恰到好處，沒有黑眼圈，沒有疲態，該有的笑容也卡在嘴角。他走到剪台中央，先是對着台下的粉絲揮了揮手，然後用粵語說：多謝大家今日嚟支持。掌聲和歡呼聲響起，但裡面夾雜着幾聲尖銳的叫喊：霆鋒，你同亞飛結唔結婚？你老豆啲剪係咪真係唔俾亞飛？四哥係咪好嬲你？謝霆鋒臉上的笑容沒有消失，但眼角細微地跳了一下。主持人連忙救場，把話題拉回腕表本身。霆鋒，今日呢隻表嘅設計理念係傳承，你對傳承呢個概念點睇？全場安靜了一瞬，所有人都聽出了那個詞傳承。在今日這個語境下，傳承兩個字像一枚精準投放的魚雷。謝霆鋒低頭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，然後抬起頭對着鏡頭說：傳承係好重要嘅事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嘅責任。我爸爸係一個負責任嘅人，我學緊。他說完這句話，對着台下微微鞠了一躬，整個回答滴水不漏，沒有一個字涉及錄音、財產、感情，但每一個字又都在回應那件事。主持人立刻接過話頭，開始介紹腕表的技術參數。台下的記者們面面相覷，他們想要的是爆炸性回應，但謝霆鋒給他們的是一賭砌得嚴絲合縫的場。直播進行了40分鐘，順利結束。謝霆鋒在保安護送下退回後台，腳步快得像身後有鬼在追。他穿過幕布的瞬間，臉上的笑容像被人一把扯掉的面具，露出底下一張面無表情的疲憊的臉。阿 Ken 帶給他一瓶水，他另開合喝了2口，然後問老豆有冇睇直播？應該冇，阿娟話佢今日冇開電視。謝霆鋒點了點頭，把水瓶擱在桌子上。他剛想說什麼，手機震了一下。他低頭一看，屏幕上彈出來一條新聞推送：劉嘉玲出席活動回應錄音事件，亞飛從來唔理呢啲嘢，佢同霆鋒係講心唔講金。他盯着那行字看了3秒鐘，然後把手機翻了個面，屏幕朝下扣在桌上。霍文希從後面走過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做得幾好，翻去唞下啦。謝霆鋒沒動，站在原地沉默了很長時間，然後他忽然用一種很輕的聲音，像是自言自語般說了一句：佢哋個個人都問我做咩唔出聲，但係我出聲，佢唔佢反而害咗亞飛。霍文希獨住腳步，回頭看了他一眼。他在這行做了20多年，見過無數藝人在鏡頭前的假笑和鏡頭後的崩潰。但謝霆鋒此刻的表情讓他想起很多年前，他頂包案之後第一次開記者會，站在台上面對幾百支話筒，也是用這樣一張臉說出了一句：我唔想因為我嘅事影響到任何人。那個任何人裏有他的父親，有他當時的女朋友，有他所有在乎的人。霍文希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因為他知道這個問題不是問他的。當天傍晚，劉嘉玲在金鐘某酒店出席一個珠寶品牌活動時被媒體圍堵的畫面，果然如預料般引爆了第2波輿論。她穿着一身黑色亮片長裙，妝容精緻，面對記者帶上來的話筒，表情從容得像在打一場已經知道牌面的麻將。有人把錄音的事拋過去，她不急不緩地開口：亞飛同霆鋒嘅嘢，我唔會代佢答。但係我識亞飛咁多年，佢從來唔睇呢啲嘢，剪啊、身家啊，佢真係冇興趣。記者追問，但係謝賢咁講，佢唔會令亞飛覺得被冒犯。
劉嘉玲挑了挑眉，露出一絲似笑非笑的神情。冒犯？亞非邊有咁容易俾人冒犯？佢同霆鋒一齊係因為開心，唔係因為謝家有幾多錢。他讀了讀，又補了一句，再講，如果真係講錢，亞非自己賺嘅都夠使啦。這段話被各大媒體截成了短視頻瘋狂傳播。在劉嘉玲的表述裏，王菲是不在乎錢的超然女神，而謝家的財產分配則成了在不在乎都無所謂的背景板。表面上這是在為王菲解圍，但實際上這句話把謝霆鋒推到了一個更尷尬的位置。網友的解鬥來得出奇地快，一條高讚評論寫着：所以王菲不圖你謝家的錢，那你謝家船搞得跟房賊一樣防着人家。四哥這操作不是顯得格局小了嗎？人家壓根沒想過要你的錢啊！另一條評論角度更刁，等等，劉嘉玲這話的意思是王菲不需要謝家的錢，但她有沒有想過謝霆鋒作為兒子，他需要自己父親的認可？錄音裏謝賢說的是財產分配，但背後其實是父子關係的終極拷問，你要剪船是要女人？謝霆鋒選不了，所以他只能沉默。這條評論被轉了一萬多次。當晚9點，像柏芝的經紀人 Emily 在尖沙咀某火鍋店被拍到。她本來只是跟朋友吃個飯，但狗仔蹲在店門口等她出來，一路追到停車場。Emily 被問得煩了，終於站住說了一句：柏芝同兩個仔生活得好好，佢冇興趣參與任何其他人嘅事。但係作為媽媽，佢當然會為仔嘅將來打算。這句話又被解鬥成各種版本。有人說這是張柏芝在暗示謝家的子我兒子拿定了，也有人說這是他在劃清界限，我只是為兒子打算，跟謝家沒關係。而在所有這些聲音之外，真正的當事人王菲從錄音曝光到現在，只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個字，那個字是他凌晨2點37分在微博上發的，只有一個句號，沒有配圖，沒有別的文字，只有一個孤零零的句號。評論勾在5分鐘內衝入了上百條留言，有人猜這是他在表達無語，有人猜這是他在說到此為止，船有人猜這單準是手機放在口袋裡觸發出的。但所有熟悉王菲的人都知道，他發任何東西都是故意的。那個句號像一枚小小的暫停鍵，把24小時裡鋪天蓋地的錄音、聲明、解鬥、暫序全部按了靜音。他用最少的字符表達了最多的拒絕，拒絕被捲入這場關於錢的討論，拒絕成為別人家族賬本上的一個條目。而此刻，在淺水灣那間亮着昏黃燈光的臥室裡，謝賢正靠在床頭看手機。他用老花眼眯着看完了劉嘉玲的採訪片段，看完了謝霆鋒直播的 cut， 看完了張柏芝經紀人那句為仔打算。他翻到王菲那個句號的時候，忽然輕輕嗤了一聲。阿娟端着熱牛奶走進嚟，問他在笑雜麼？謝賢把手機往枕頭邊一丟，接過牛奶喝了一口，然後說冇笑。我係覺得呢個女人真係幾硬淨。阿娟不懂他在說誰，但看到謝賢嘴角那個細微的弧度，他鬆了一口氣。那種弧度不是諷刺，更像是一個老棋手在棋局行至中盤時，發現對手比自己想象中更難戰時，不自覺流露出的帶點欣賞的認真。窗外淺水灣的海浪聲在夜色裏低低地響着，一聲接一聲，像一局永遠下不完的棋。錄音事件爆發後的第4天，風向變了。一開始只是零星幾個貼子，在豆瓣和微博的角落裏悄悄冒頭，標題起得並不張揚。有沒有人覺得謝霆鋒這次送得有點過分了？風飛粉淚鏡碎了，他連為自己女人說句話都不敢。這些貼子在最初幾個小時裏並沒有引起太多關注，評論勾裏甚至船有人替謝霆鋒辯護，家務事不方便對外講也很正常吧。人家爸爸身體不好，難道要公開撕嗎？但到了第5天下午，一條來自港島舊市的新貼子被推上了熱搜。
這次的內容比上次更具體，也更致命。貼子以近乎冷峻的筆調梳理了一份時間線。2014年風飛浮合至今，謝霆鋒在公開場合提及王菲的次數，兩人被拍到的同框次數。謝霆鋒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及是否再婚時的所有回答。時間線拉到最底部，貼主附了一句話：8年了，他在任何公開場合都從未正面回答過會否娶王菲。而他的父親在私密錄音裏說王菲冇討論過。你們猜到底是誰先讓王菲變成了不可討論的人？這條貼子在發出後4小時內轉發突破10萬，輿論場的溫度驟然升高了不止一個級別。原先存在觀望的中立路人開始加入討論，而討論的焦點從謝賢說了雜麼悄然轉移到了謝霆鋒做了雜麼。一句極其犀利的評論被頂上了熱評第一。四哥是把王菲從謝家的賬本上挖掉了，但你謝霆鋒呢？你是把王菲從你的人生規劃裏挖掉了，船是你壓根就沒寫過。這條評論像一把精準的手術刀，剖開了謝霆鋒心情浪子人設底下那道最隱秘的裂縫。與此同時，某短視頻平台上開始瘋傳一段剪輯視頻，畫面素材全部來自謝霆鋒過去幾年參加立地綜藝的片段。在某廚藝節目裏，他被嘉賓開玩笑問雜麼時候稱我們喝喜酒，他笑着擺手說不聊這個。在某訪談節目裏，主持人問他現在對婚姻怎麼看，他沉吟了5秒鐘，說順其自然吧。在某戶外真人秀裏，他跟其他藝人聊天時被問到家裏誰說了算，他低頭切菜，說我爸爸說了算。這些片段被剪在一起，配上越來越緊張的背景音樂，最後定格在謝霆鋒一次品牌活動上的那句話：傳承係好重要嘅事。我爸爸係一個負責任嘅人，我學緊。視頻的標題寫的是8年了，他到底在學習麼？這個視頻的播放量在1天之內突破了800萬。評論勾里最扎心的一條留言是：學怎麼在女朋友和親爹之間當縮頭烏鳩嘛？謝霆鋒的團聚在第5天晚上緊急召開了一次線上會議。霍文希、陳小姐、阿 Ken 3個人在不同的地方連進同一個視頻會議，屏幕上除了他們的臉，旋有實時滾動的輿情監測數據。陳小姐第一個開口，Money 情況同我哋之前估嘅完全唔同。原先以為最多鬧3日，但而家話題已經從四哥偏心轉到霆鋒沉默上邊。呢個轉向對霆鋒嘅個人形象傷害好大。霍文希游了游太陽穴，他這幾天的睡眠加起來不到10個小時，眼下一片烏青，但聲音依然冷靜。我知，我睇到啲數據了。阿 Ken 猶豫了一下，說：Money，其實霆鋒尋晚同我傾咗2句。佢問：如果佢出面講一句我尊重爸爸嘅決定，佢唔佢好啲？霍文希立刻搖頭，絕對唔可以。呢句話而家講出來，等於默認你老豆嘅立場，等於同全世界講我同意王菲唔應該分謝家嘅錢。你唔出聲仲可以解釋為唔想俾壓力亞菲，你一出聲支持你老豆，亞菲嘅粉絲佢即刻反水。陳小姐補充道，但係繼續唔出聲，外界嘅解鬥會越嚟越離譜。而家已經有人開始翻舊賬，話霆鋒當年同柏芝離婚都係因為佢唔夠擔當。呢個形象標籤一旦貼實咗，好難撕。佢已失陷入了短暫的沉默。霍文希盯着屏幕上滾動的數據，忽然問了一句：四哥呢邊有冇新嘅動態？阿 Ken 說：阿娟話四哥今日精神好咗，落咗花園行咗半粒鐘，但係佢冇提過錄音嘅事。好似完全唔關心外面炒成點。霍文希閉上眼睛，長長地呼出一口氣。他心裏清楚，謝賢是在等。那個老頭子打了一輩子牌，最懂怎麼時候該跟，怎麼時候該梭哈。他現在沉默，是因為他在等一個更合適的時機，等輿論佛教到極致，等所有人的情緒被推到最高點，然後他再親自下場，用一段話把所有爭議按死。而他這邊的任務
是在謝賢出場之前，確保謝霆鋒不被那場即將到來的海斥吞沒。第6天下午，謝霆鋒出現在中環某私人健身房的門口，這是他自直播事件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被拍到非工作狀態。照片裡，他穿着一件黑色連帽衛衣，帽子拉得很低，臉上戴着口罩，低着頭快步走向等候的保姆車。全程只有幾秒鐘的時間，但狗仔的鏡頭精準地捕捉到了他衛衣帽子底下露出的那一截髮根，白色，不是挑染，不是造型，是從髮根處開始蔓延的灰白。這張照片在傍晚被各大娛樂號轉發，標題各不相同，但核心意思一致。霆鋒為家事愁到一夜白頭。42歲的謝霆鋒被夾在老豆和愛人中間，闖老了10歲。照片底下的評論勾情緒出現了某種微妙的轉折，原先那些罵他懦弱沉默的聲音裡，開始混入另一種語調。他也是不容易，一邊是親爹，一邊是愛人，換你怎麼辦？四哥那個脾氣，港圈誰不知道？霆鋒從小怕他爸，這是肌肉記憶。說真的，他至少沒像某些人一樣直接站隊踩女朋友，他選擇了閉嘴，這本身就是一種保護。輿論的天平在向另一個方向傾斜，但也正是在這個微妙的節點上，一個意想不到的變量被扔進了牌桌。第6天深夜，某八卦論壇上出現了一個匿名貼。發帖人自稱是這家前工作人云，帖子裡說：你們都在討論四哥錄音裡說了雜麼，但你們知不知道四哥為雜麼偏偏在這個時候被人放錄音？因為有人想逼霆鋒做算賬。錄音是某人故意放出來的，目的就是讓風飛分手。帖子沒有指名道姓，但所有人都自動把某人解鬥為張柏芝。這個帖子的出現像一盆冷水潑進了滾油裡，張柏芝的粉絲瞬間炸了，又賴我們姐姐離婚這麼多年了，船要背鍋。某些人自己搞不定老爸，就怪前妻。張柏芝帶2個孩子，船不夠累嗎？哪有空算計你們這家的錢？但與此同時，另一部分網友開始重新審視整件事的邏輯。有人翻出了張柏芝經紀人 Emily 之前那句柏芝當然會為仔嘅將來打算，再結合錄音裡謝賢說的柏芝嘅細路一定有一份，一個全新的敘事連在深夜被拼湊出來。張柏芝為了確保2個兒子能拿到謝家的錢，暗中放出錄音，逼謝賢的立場公之於眾，同時也能搞黃蜂飛的感情。這套邏輯看似自洽，但有一個致命漏洞，如果錄音真是張柏芝放的，那錄音裡謝賢說柏芝嘅細路這句話，就等於把張柏芝自己排除在了謝家財產之外。他放一段對自己沒有直接好處的錄音，圖雜麼？但這套漏洞百出的陰謀論，在深夜的情緒發酵中反而成了點擊率最高的爆款。熱搜榜上，張柏芝被疑放錄音的詞條一路飆升到第3位。張柏芝方面在第7天上午做出了回應。回應的方式很像柏芝，他本人沒有出現，也沒有發聲明，而是 Emily 在社交媒體上曬了一張截圖。截圖的內容是張柏芝的 WhatsApp 聊天記錄，對話對象是一個被註為 Lucas School 的聯繫人，內容是藝子學校發來的下學期學費通知單。Emily 配文只有一句話：帶2個仔已經夠忙，冇時間玩陰謀。這張截圖沒有直接否認錄音相關，但用極其生活化的細節完成了一種更高明的回應。他在提醒所有人，張柏芝現在的生活重心是帶2個仔，而不是算計前夫家產。這個回應收穫了出乎意料的好感。評論歐華鳳突變：是啊，一個每天接送孩子、交學費的單親媽媽，哪有精力搞這些？某些人自己腦補了一出宮鬥大戲，人家根本沒空理你。而在這場混戰之中，真正的風暴眼謝霆鋒本人，在第7天晚上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事。他沒有發聲，沒有接受採訪，沒有發社交媒體。他去了謝賢的淺水灣獨立屋。據蹲守在門外的狗仔描述，那天晚上8點17分，
一輛黑色保姆車駛入謝家鐵門，車窗貼了防窺膜，看不清裡面坐的是誰。但3分鐘後，謝賢家的管家出來開門，遠遠地喊了一聲：阿娟，霆鋒少爺返咗嚟，四哥食咗藥未？就是這一句，確認了謝霆鋒時隔4個月首次踏進父親的家門。狗仔們像打了雞血一樣瘋狂按快門，但鐵門已經關上，院子裡發生了雜魔，誰也看不到。屋子裡，謝霆鋒穿過玄關，走進起居室。謝賢正坐在沙發上，帶着老花鏡看一份賽馬報紙，聽到腳步聲也沒有抬頭，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：嚟咗啊。謝霆鋒站在沙發旁邊，雙手插在口袋裡，看着父親花白的頭頂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後他開口了，聲音很輕，但在安靜的客廳裡聽得一清二楚：老豆，你知唔知外面而家點樣講我？謝賢把報紙翻了一頁，語氣平淡：點講？話我冇鬼用，話我連自己女人都護唔住。謝賢終於抬起頭，摘下老花鏡，看着自己的兒子，他的目光裡沒有憤怒，沒有愧疚，沒有心痛，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混合着審視與某種克制的柔軟的神情。他看了謝霆鋒5秒鐘，然後說了一句：你坐低先，我有啲嘢一直未同你講。謝霆鋒讀了一下，在沙發對面的單人椅上坐了下來。父子倆隔着那像擺着半杯涼茶的茶几，陷入了一種奇異的空氣中帶着電流聲的對視。謝賢把報紙疊好放在一邊，然後慢慢坐直了身體。他開口的時候，聲音比剛才低了幾度，沙啞但不含糊。霆鋒，你怪唔怪我？謝霆鋒未有回答。謝賢繼續說：嗰段錄音係我講嘅，我認。但係我講嗰句話嘅時候，你同阿飛啱啱復合冇幾耐。我當時覺得你係一時上頭，我唔信一個女人可以令你定性。他停讀了一下，喘了口氣，然後聲音微微上揚。但係5年過去咗，你同佢仲係一齊。你係真心嘅，我而家知。謝霆鋒忽然抬起眼睛，那雙因為缺少睡眠而布滿血絲的眼睛裡，有一瞬間晃過某種近乎脆弱的東西。謝賢看到了那個眼神，他嘆了口氣，靠回沙發靠背上，像一尊終於開始蟲動的雕像。我驚嘅從來唔係阿飛，他說，我驚嘅係你一旦裂咗婚，你嘅重心就會完全離開謝家。我唔係要你留喺我身邊，我係要你記住，你有2個仔 ，Lucas 同 Quintus， 佢哋姓謝。窗外傳嚟淺水環夜風吹過樹梢的沙沙聲，客廳裡的掛鐘滴答滴答走着，像某種緩慢倒計時的裝置。謝霆鋒低下頭，雙手交握擱在膝盒上，指節因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他開口了，聲音沙啞：老豆，你知唔知阿飛從來冇問過我謝家啲錢點分？我知。佢從來冇催過我結婚。我知。佢甚至從來冇提過你一句唔好。謝賢閉上了眼睛。那個瞬間，他臉上從瓷的皮膚底下隱約浮現出一種非常疲憊、非常蒼老的神情。他輕聲說了一句，幾乎像是在自言自語，所以我咪話佢硬淨咯。客廳再度安靜下來。過了很久，謝霆鋒說：老豆，我今晚唔走啦，我陪你食飯。謝賢睜開眼睛，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微扯動了一下，然後說：阿娟煲咗湯，你去廚房睇下夠唔夠2個人飲。謝霆鋒站起來，轉身朝廚房走去。謝賢坐在沙發上，看着兒子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。他慢慢低下頭，伸手摸了摸茶几上那疊報紙的頭版，那個印着他自己照片，寫着謝家100億身家吳玉王妃的版面。他的手指在光滑的新聞紙上停了一瞬，然後收了回來。客廳裡只剩他一個人。他對着空無一人的房間，用一種只有自己能聽見的音量說了一句話：霆鋒啊，爸爸唔係唔信你，爸爸係唔信個江湖。
窗外的風忽然大了起來，把院子裏一棵老榕樹的枝葉吹得哇哇作響。謝賢則已聽了片刻那片風聲，然後緩緩靠近沙發深處，像一顆終於被按進盒的位置的棋子。謝霆鋒在父親家過夜的消息，在第8天早上成了各大娛樂版的頭條。狗仔們拍到第2天清晨，謝霆鋒穿着一件皺巴巴的舊衛衣從謝家鐵門裏走出來，手裏拎着一袋垃圾，親自走到路邊的垃圾桶前丟掉，然後轉身回去。整個過程不到2分鐘，但他臉上的那種從詞，那種只有在家裏才會露出的，不需要任何表情管理的從詞，被鏡頭一靜不落地捕捉下來。當天的標題是霆鋒陪父過夜破冰，配圖是謝霆鋒低頭丟垃圾的側臉。評論歐里，那些原本罵他懦弱的聲音明顯少了許多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語調。再怎麼說也是親父子，能坐下來吃飯就是好事。4哥年紀大了，霆鋒能放下身段回去陪他，說明這偽子船是有心的。但與此同時，另一條新聞正在悄悄發酵。第8天下午，香港某週刊發布了一篇深度報道，標題只有4個字：謝家今密。這篇報道不涉及任何八卦爆料，沒有任何錄音或聊天記錄。他做的只有一件事，用公開的工商註冊信息、信託基金備案文件，以及歷年港媒對謝賢資產的零星報道，拼出了一張謝家財富版圖的大致輪廓。報道的核心信息有3個：第一，謝賢名下的主要資產並非現金，而是分佈在全球7個國家和地歐的不動產，以及2家影視製作公司的股權。這些資產的總估值在多年前就被媒體估算超過100億港幣，但真正的關鍵點在於，這些資產的持有人是謝賢本人，而非謝霆鋒。第二，謝賢早在2010年就設立了一個家族信託基金，受益人被明確指定為謝氏直系後代。信託條款中有一個關鍵細節，受益人在成年之前，其監護人對信託收益有管理權，但無支配權。這意味着 Lucas 和 Quintus 作為信託受益人，在他們年滿18歲之前，真正手握資產管理權的其實是謝賢本人，監護人的簽字只是走流程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條，謝霆鋒本人的個人資產與謝家信託基金是嚴格分離的。霆鋒旗下有自己獨立的製作公司、品牌代言收入，以及早年投資的多項物業，這些都足於他個人的私己展，與謝家的公家展涇渭分明。這篇報道的出現，悄然改變了整件事的底層邏輯。輿論開始從謝賢不痛王妃轉向一個更現實的問題，即便謝霆鋒想給王妃雜麼，他能給多少？他個人的資產固然豐厚，但與謝家的家族財富相比，體量完全不在一個量級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篇報道揭示了一個此前鮮少有人注意的事實：謝霆鋒並非謝家財富的主人，他充其量只是一個繼承人候選人。謝賢存活着，剪在他的手裏，他說了算。一名財經博主在轉發這篇報道時寫下了一段被大量傳播的評論，所以錄音裏謝賢說的謝家的剪是一個非常精準的法律表述，剪確實是他謝賢的，他有完全處分權。他說給信子就給信子，他說不給王妃就不給王妃。這不是偏心的問題，這是所有權的問題。謝霆鋒從頭到尾就是個職業經理人，他看着賬本，但簽不了支票。這段評論獲得了12萬點讚。評論歐里最高讚的回覆只有一句話：原來謝霆鋒才是那個打工人。第9天，事情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反轉。郭叔在他那間灣仔路茶樓的固定卡座上，接受了一次正式的有攝影機全程記錄的訪問。訪問由一家網絡媒體操刀，鏡頭從郭叔泡茶的動作開始，洗杯、投茶、注水、出燙，每一個步驟都慢條斯理，像一場精心編排的儀式。主持人問郭叔：錄音是你放出來的？你為什麼要算在這個時間點？郭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，然後對着鏡頭說：我之前講過，因為謝生身體唔好。但係呢個只係原因之一。
他停讀了一下，用指腹輕輕摩挲着茶杯的杯緣。另一個原因係，我想俾大家認清楚，謝生講王菲冇討論過嗰句之前，其實仲有一句話。嗰句話喺網上流傳嘅版本入面被 cut 走咗。主持人拎住了，cut 走咗咩話？郭叔從口袋裏掏出一隻老式錄音筆，按下播放鍵。錄音裏依然是那個背景音，茶盞碰撞聲、模糊的馬經討論聲，以及謝賢帶着醉意的嗓音。但這一次，在王菲冇討論過這句話之前，多出了幾秒被之前所有版本都剪掉的片段。謝賢的聲音說：我唔係唔中意阿飛，但係我係謝家嘅家長，我要對我啲孫負責。霆鋒中意邊個，我由得佢，但係謝家嘅剪。然後才是那句，淨係俾兩個孫。柏芝嘅細路一定有一份。王菲冇討論過。郭叔按停錄音筆，抬頭看着鏡頭，前面嗰句話我先唔放出嚟嘅原因係，我想等大家聽清楚後半段之後，再俾大家聽前邊呢句。如果一開始就放出全段，大家嘅注意力會落喺謝生話佢中意阿飛嗰度，而忽略咗真正嘅重點，佢點解要咁堅持？這段完整錄音被同步發布後，輿論場出現了第三次轉向。原先被簡單定性為惡公公欺負準人式的劇情，在謝賢那句我唔係唔中意阿飛面前，忽然變得複雜了起來。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位老人的立場，他不是在攻擊王菲這個人，而是在捍衛一套他視為底線的家長責任。他把兒子的愛情和家族的財產切割成了兩條互不干涉的平衡線，你可以愛他，但你不能用謝家的錢去愛他。這種邏輯在年輕人聽來頑固、守舊，甚至有些不通人情。但在港圈那個舊式家族文化仍然根深蒂固的語境裏，謝賢的做法反而獲得了一部分人的理解。某位香港文化評論人在社交媒體上寫道：謝賢那一代人是從戰亂、動盪、白手起家走過嚟的人，他們親眼見過太多因為財產分配不當導致家族分崩離析的例子。對於他們來說，守住家族資產不外流這條底線，比擁係一段感情重要得多。你可以說這是冷血，但這也是他們對後代負責任的方式。這段話在港圈內部被大量轉發。苦多圈納人在評論勾現身說法：我爺爺當年也是這樣，把房子全部寫信紙的名字，人媳女婿一分都沒有。老派香港人真的把性看得比雜麼都重。四哥不是鉗對王菲，他是鉗對所有不勝謝的人。完整錄音放出後的第二天，謝賢的看護阿娟對外透露了一個細節：那天晚上謝霆鋒陪父親吃飯的時候，謝賢在飯桌上親口跟兒子說了一句：錄音前邊嗰句係我專登咁講嘅，我唔想人哋覺得我討厭阿飛，我只係想人哋知道我作為一個老豆有我自己嘅底線。這句話被阿娟轉述給媒體後，整個故事的色調再次發生了變化。一個鐵腕的謝賢形象裏，忽然被填入了一些更具人性的空隙。他並非全然的冷酷，他甚至在錄音裏預先給自己留了一句話作為緩衝。他怕後人誤解他對王菲有惡意，所以他先說了我唔係唔中意阿飛。這種近乎矛盾的細節，反而讓這個人物變得更真實了。第10天傍晚，在整場輿論風暴即將進入尾聲的節點上，王菲做了一件讓所有人意外的事。她在朋友圈發了一張照片，畫面裏是一碗看起來平平無奇的白粥，旁邊擱着一碟腐乳和一碟醬菜。照片的配文是：有人話呢間鋪頭嘅粥煲得好，買咗一碗，真係幾好。沒有任何解釋，沒有任何影射，沒有任何鉗對錄音事件的回應。但所有看到這張照片的人都第一時間猜到了，這家粥鋪是謝賢淺水灣家附近那家開了40多年的老字號得記。那是謝賢最常去的粥鋪。王菲用一碗粥完成了一次無聲的回應。她在告訴所有人：我知道謝賢不愛吃西餐，我知道他每天早上喝粥，
我知道他常去那家店，我甚至知道他喜歡腐乳船是醬菜，但我不配說任何關於剪的話，因為那不值得說。這條朋友圈被截圖傳遍全網時，評論歐里最被轉發的一句話是：王菲這輩子最厲害的本事，就是永遠不在別人設定的規則裡玩。謝賢說這家的剪不給王菲，但王菲從頭到尾未打算進這家的賬本，她有自己的賬本。風暴在這一刻開始真正意義上的退潮。第11天，謝霆鋒被拍到和王菲一同出現在北京某私人餐廳，兩人都穿着低調的深色衣服，並肩走進電梯，沒有牽手，沒有對視，但兩人之間的距離恰好是那種不需要刻意擁持親密，卻也不會顯得生疏的經年累月才養成的默契間距。狗仔拍到的最後一張照片裡，電梯門正在緩緩合攏，門縫中謝霆鋒側過頭，似乎在跟王菲說了一句雜麼。王菲微微歪了一下頭，嘴角有一個極淡的弧度。沒有劇本，沒有台詞，沒有公關團隊設計的站位，只有兩個在一起了8年的人，在經歷了一場席捲整個港圈的輿論海斥之後，仍然願意一起吃一頓飯。那張電梯門合攏的照片，成為了整場事件最具代表性的視覺注腳。而在淺水灣的獨立屋裡，謝賢那天下午破天荒地讓阿娟打開了電視。他看完了王菲朋友圈那張白足照片的報道，看完了網友關於這家今麥的討論，看完了各叔放出的完整錄音的後續反響。然後他關掉電視，坐在那把他坐了幾十年的皮質沙發裡，望着窗外院子裡那棵老榕樹的樹冠。阿娟端着一杯熱茶走過來，放在茶几上。他看了一眼謝賢的表情，輕聲問：謝生，睇完晒，心情點樣？謝賢沒有立刻回答，他伸手摸了摸茶杯，感受那股溫熱透過杯壁傳到指腹上。過了好一會兒，他忽然用一種非常平緩、近乎釋然的語氣說了一句：我個仔終於識得企喺佢自己嘅立場上，同我講一句我今晚唔走啦。他的聲音停頓了一下，然後更輕地補了一句：以前佢淨係識得走。阿娟站在一旁，沒有接話。他知道這句話是謝賢這輩子能說出口的最接近認輸的表態。窗外老榕樹的枝葉被風吹得輕輕搖晃，一片枯黃的葉子衝枝頭飄落，打了個旋，落在院子裡的石板路上。那個下午，淺水灣的陽光很好，好到讓人幾乎忘記了前些天那些鋪天蓋地的錄音、熱搜、站敘、爭吵，所有聲音都退遠了，只剩下風吹樹葉的沙沙聲和阿娟在廚房裡切水果的細微響動。謝賢靠在沙發上，慢慢閉上眼睛，他手邊那杯茶的熱氣裊裊升起來，在半空中消散成透明的水汽。這場由1段4分17秒錄音引發的風暴，終於進入到了他最安靜的尾聲。錄音事件全面發酵之後的第12天， TVB 新聞透視欄目播出了一段預先錄好的專訪，畫面是在養和醫院一間靜謐的私人病房裡拍攝的。謝賢穿着一件乾淨的白色襯衫，外面套着灰色鉗織背心，頭髮梳得整整齋齋，臉上除了老年斑和皺紋之外，看不出太多病容。他坐在一張扶手椅上，背後是百葉窗半掩的窗戶，午後的光線透過縫隙打在他的側臉上，給他布滿溝壑的面部輪廓鍍上了一層柔和的淡金色。採訪的記者是一位40多歲的資深新聞人，姓李，戴一副金絲邊眼鏡，語氣克制而禮貌。兩人面對面坐着，中間隔着一張小圓桌，桌上沒有放任何錄音設備，整個採訪只用一台架設在側面的固定攝影機記錄。李記者開口的第一個問題是：四哥，呢段錄音傳咗出嚟之後，全香港都喺度討論你講嗰句王菲冇討論過，你今日有冇咩想補充？謝賢把雙手交疊擱在膝盒上，坐姿比平時在鏡頭前收斂了許多。他的目光平視着鏡頭，沒有閃躲，也沒有那種慣常的吊人郎當的從詞。我冇補充。
他說：我講咗嘅嘢，我認。我唔愧話係人哋斷章取義，亦唔愧話係飲醉亂講。你記者微微前傾，但係後來有人放出完整錄音，發現你喺嗰句之前仲講咗一句我唔係唔中意亞非。呢句說話係咪可以理解為你對王菲本人並冇惡意？謝賢垂下眼睛，沉默了幾秒，然後他抬起視線，用一種比剛才輕了一些卻更清晰的語調開口：我對亞非冇惡意，從來都冇。我甚至覺得佢係一個幾唔錯嘅女人，佢有自己嘅性格，自己嘅底氣，呢啲嘢我睇得出。他讀了一下，喉裂微微滾動，但係我作為一個老豆，我唔可以因為中意一個人就忘記咗我對兩個孫嘅責任。霆鋒係我個仔，但 Lucas 同 Quintus 係我嘅孫。個仔成年啦，佢有自己嘅選擇，我管唔到。但係孫仲細，佢哋嘅將來我有份決定。你記者追問，所以你覺得剪淨係俾孫，係你對佢哋負責任嘅方式？係。謝賢的回答很短，語氣卻非常篤定。他緊接着又補了一句：我唔係信唔過亞非，我係信唔過時間。今日佢同霆鋒好好，10年之後呢？20年之後呢？如果有一日佢哋分開咗，謝家嘅剪跟住走咗，我啲孫點算？他說完這句話，整個病房安靜了幾秒，只有空調系統細微的送風聲在背景裏持續地響着。李記者放下了手中的記事本，換了一個更平和的語氣：四哥，你介唔介意我哋傾反少少你同霆鋒嘅關係？錄音事件之後，有報道話你哋父子關係一度好緊張，但亦有人影到霆鋒返屋企陪你食飯。你點樣睇你同佢而家嘅關係？謝賢在那一刻，臉上那層堅硬的外殼出現了一道極為細微的裂紋。他偏過頭，望向窗外被百葉窗切割成條狀的光影，停讀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李記者幾乎以為他要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了。然後他開口了，聲音比剛才沙啞了幾分，語速放慢了，每個字像是經過斟酌才從喉嚨裏放出來。霆鋒細個嗰陣，我對佢好惡，佢拍戲唔好，我鬧佢；佢讀書唔好，我都鬧佢。我嗰陣以為做老豆就係要咁，要個仔經你，佢先會聽你話。他吸了一口氣，胸口微微起伏。但係後來佢大個咗，我發覺佢唔單止經我，佢仲避我。佢搬出去住，佢自己開公司，佢乜嘢都自己搞掂。我嗰陣先開始經我個仔唔再需要我。李記者輕聲問：所以錄音呢件事係咪某種程度上面，你想用謝家話事人呢個身份重新攞反對佢嘅影響力？謝賢忽然轉回頭，對着鏡頭，嘴角那個弧度介於苦笑和坦蕩之間。你問得好直接。係，我承認。我想俾霆鋒知道，就算佢幾大個、幾成功、幾多人中意佢，喺謝家，我仲係話得是嗰個。他說完這句，自己先搖了搖頭，似乎對這個回答也有些自嘲的意味。但係我後來發現，我話是船話是，個仔已經唔配再因為我惡而留低。佢返嚟陪我食飯，唔係因為我惡，係因為佢心軟。這句話說出口的瞬間，他眼底有雜麼東西閃了一下，很快，很輕微。如果不是鏡頭剛好推了一個特寫，幾乎不會被注意到。但他很快就恢復了慣常的那種姿態，甚至主動打破了沉重，笑了一聲。所以而家我學精咗，唔鬧佢，淨係叫阿娟煲湯俾佢。李記者也笑了，整個採訪的氣氛從剛才的緊張中鬆動下來。專訪的最後2分鐘，謝賢聊了一些更生活化的細節。他說他現在每天早上堅持走3000步，護工阿娟在手機裏給他裝了計步器，走不夠佢一直提醒。他抱怨醫院的營養餐太清淡，但又說醫生警告他再偷吃燒鵝就要給他加藥。他船提到 Lucas 和 Quintus 最近放暑假，像柏茲帶他們去了一趟新加坡，
兩個信子在家庭群裡發了一段在泳池邊跳舞的視頻，他看了7-8遍。這些瑣碎的、毫無新聞價值的日常細節，反而構成了整段專訪最動人的部分。李記者在最後問了一個總結性的問題：四哥，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你今次錄音事件嘅立場，你會點講？謝賢想了想，然後說：我係謝家嘅家長，我要對我啲孫負責。我唔係唔中意亞非，但係謝家嘅展一定要留俾姓謝嘅人。他說完這句話，對着鏡頭微微點了一下頭，表示採訪結束。然後他轉過頭，對着旁邊的阿娟招了招手，用普通人跟家里人說話那種隨意的口氣說：阿娟，幫我去樓下買碗白粥，要得記嗰間。阿娟應了一聲出去了。病房的門關上之後，謝賢一個人坐在那把扶手椅上，慢慢地靠近靠背裡，閉上了眼睛。攝影機已經關閉了，但燈光的餘溫還在空氣中。他沒有立刻睜開眼睛，只是那麼坐着，像一個終於把手裡所有的牌都攤在桌面上，等待所有人看完之後給出結論的玩家。新聞透視的這段專訪在當晚播出後，成為了整場事件的定音槌。和之前所有碎片化的錄音、解鬥、猜測不同，這段完整、從容、沒有經過剪輯的對話，把一個立體的謝賢擺在了公眾面前。他頑固，但他坦蕩；他守舊，但他知道自己守的是什麼。他用自己的方式解釋了對王菲的態度，也用自己的方式修補了和倪子的關係。更關鍵的是，他在專訪裡那句我唔係唔中意亞非，徹底消除了惡公公欺負準人式的敘事框架。輿論最後一次轉向，從謝賢排斥王菲轉向謝賢在守護他認為的謝家遺產。當晚，謝霆鋒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了一段很短的話，內容是：我尊重爸爸嘅決定，謝家嘅嘢，爸爸話事，我自己嘅人生，我自己負責。這段話一共只有2行，沒有提任何人的名字，卻精準地把2條線劃清了。謝家的財產交給謝家的規矩，他自己的感情交給他自己。他沒有站罪，但他讓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同時接受了自己的倪子身份和王菲戀人身份。這條動態下的評論沒有出現預想中的激烈對立。最高讚的一條回覆是：他終於會說話了。第2條是：挺好，老爸保住了遺產，倪子保住了愛情，王菲保住了體面。同一天晚上，像柏芝在 Instagram 上發了一張3個人的合影，他站在中間 ，Lucas 和 Quintus 一左一右，3個人都穿着白色 T 恤，對着鏡頭露出整齊的牙齒。配文是一個太陽的表情符號，沒有任何文字，但所有人都看懂了。他的生活重心始終是這2個孩子。謝家怎麼分展，風飛怎麼戀愛，跟他沒有直接關係。他只需要確保他的2個倪子平安健康地長大。王菲呢？王菲在專訪播出的當晚，被網友拍到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書店裡間框。她穿着一件寬鬆的墨綠色衛衣，戴着一頂棒球帽，手裡捧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書，站在文學歐的角落裡安靜地閱讀。偷拍的照片很模糊，但能看出她臉上的表情是放鬆的、自然的。她甚至沒有抬頭看一眼路人的手機鏡頭。風暴徹底退潮之後的那幾天，香港的娛樂版頭條陸續換成了別的內容，有新的戀情曝光，有新的綜藝官宣，有新的塌房預告。娛樂圈從來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故事而停止運轉，但在那些被新事件複習的舊報道的角落裡，關於謝家這場財產分配風波的回響，旋以各種形式持續着。有財經博主開始分析謝家信託基金的架構是否合理，有文化評論人討論代際財富轉移中的情感代價，更多普通的聽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感受。看完四哥的專訪，居然有點理解他了。他那個年代的人，真的就是這樣的價值觀。霆鋒這次處理得成熟了，既未傷老豆面子，也沒讓亞非難堪。
半個月後的一個週末，有人拍到謝霆鋒和王菲出現在香港淺水灣附近的那家德記粥鋪，兩人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每人面前一碗白粥，配一碟腐乳，一碟醬菜，沒有任何偽裝，沒有戴口罩和帽子，就那麼普普通通地坐在那裡吃早餐。偶爾有路人認出他們，也只是遠遠地拍一張照片，沒有人上前打擾。粥鋪的老闆在接受採訪時說：四哥以前成日嚟，霆鋒細個都跟過嚟。呢間鋪開咗40幾年，佢哋一家人食咗3代。老闆說完又補了一句：嗰日亞飛都有嚟，佢話啲粥煲得夠綿，幾好。同一時間，淺水灣那間獨立屋裏，謝賢剛剛吃完亞娟端來的早餐，一碗白粥，一碟醬菜。他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，早間新聞正在播報一條和謝家完全無關的娛樂消息。他換了一個頻道，是賽馬節目，於是放下遙控器，靠在沙發上看了起來。亞娟收拾完餐具走出來，看到謝賢正聚精會神地盯着電視屏幕上的馬匹排名，他笑了笑，沒說話，轉身去院子裏澆花。鐵門外偶爾有車經過，但沒有人停下來。記者們已經撤走了，因為他們知道這裡不配再有任何值得追擊的新聞。謝家的事已經由謝賢自己親自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。院子裡那棵老榕樹的枝葉在夏末的微風中輕輕地晃動着，陽光透過葉子的縫隙，在石板路上投下細碎的光斑，像一局終於落完最後一枚棋子的棋局之後，棋盤上那些靜靜等待被收起的黑白紙。而在更遠的地方，在香港的街頭巷尾，在社交平台的無數個聊天群組裡，全有人在討論着這段錄音、這場風暴、這些人物。有人站在謝賢這邊，有人站在王菲那邊，有人覺得謝霆鋒做得對，有人覺得他做得船不夠好。這些討論永遠不配有一個統一的答案。但這或許就是娛樂圈故事最本質的模樣，他從來不是為了給出一個標準答案，而是為了讓每個圍觀的吃瓜群眾在自己的心裡下一盤自己的棋。謝賢的倔強，最後被他自己解釋為責任。謝霆鋒的沉默，最後被他自己轉化為尊重。王菲的默然，最後被所有人理解為體面。像柏芝的疏離，最後被時間證明是清醒。這5個人的棋局，沒有贏家，也沒有輸家，只有各自落子，各自承擔，各自繼續走下去的人生。至於那句王菲冇討論過，他依然存在在那段4分17秒的錄音裡，作為謝賢此生最後的倔強被永久封存。但同時，在完整版本的錄音中，那句我唔係唔中意亞飛也在提醒所有人，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事，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的。窗外的陽光漸漸移到了正午的位置，把整個起居室照得明亮而溫暖。謝賢在賽馬節目的廣告間隙裡打了一個小小的盹，頭微微歪向一側，發出均勻的呼吸聲。亞娟從院子裡回來，看到老頭子睡着了，輕手輕腳地走過去，把滑到他膝頰上的毛毯重新拉高了一些。然後他關了電視，讓整個房間安靜下來，只剩下窗外的風聲和遠處模糊的海浪聲。一場圍繞百億家產的暗衝就此真正落下了帷幕。這場圍繞4分17秒錄音展開的輿論風暴，最終在謝賢一碗白粥的午後安靜裡畫上了句號。回看整件事，沒有真正的惡人，也沒有純粹的受害者。謝賢用舊式家長的固執守護他理解的家族責任，謝霆鋒用沉默在父親與愛人之間尋找平衡，王菲用超然避開了一場不足於他的賬目清算，像柏芝用距離保護了足於2個孩子的寧靜。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立場裡做出了當時最不後悔的選擇。站在圈外看這盤棋，我們或許能更清醒地意識到，豪門財產分配從來不只是錢的問題，它關乎代際信任，關乎血脈認同，關乎一個人如何定義自己人和外人。謝賢的倔強可以被理解為冷血，也可以被理解為深情，只是他深情的對象不是王菲，而是那2個姓謝的信子。
這種價值觀未必符合今天的年輕人心態，但它真實地存在於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心裏。吃瓜的意義從來不在於站敘，而在於透過這些戲劇性的衝突，看懂人性中那些複雜的、矛盾的，甚至有些笨拙的掙扎。謝霆鋒回父親家吃的那頓飯，王菲買的那碗白粥，像柏芝曬出的那張三個人的合影，謝賢在專訪裏那句佢返嚟陪我食飯，係因為佢心軟。這些細節比任何二手詞條都更接近生活的真相。理性吃瓜意味着不把任何人簡化為標籤，不把任何關係解讀為零和遊戲。謝家的賬本關上了，但每個角色的人生存在繼續。我們作為觀眾，最體面的姿態是看完故事放下手機，該喝粥喝粥，該過日子過日子。畢竟別人的百億家產分不分，分給誰都影響不了明天早上你面前那碗白粥的溫度。而這或許才是吃瓜最健康的打開方式。